俄巴底亚书第1章，下面是俄巴底亚得到的启示，是至高的上主所讲关系以东的信息。上主要处罚以东，上主差遣使者去列国，传达上主的信息。伊讲：起来，咱来去甲以东交战。上主对以东讲：我要互你伫列国中变做弱小，你会大大受藐视。你心内的骄傲欺骗你，你住伫石洞内，徛起伫悬山顶，所以心内想讲：什么人会当甲我拖落地？虽然你亲像鹰鸟飞甲遐尼悬，做受伫正星神的中间，我嘛要对遐甲你拖落来。上主安尼讲。米是贼拿来偷，强盗拿来抢，因减毋是摕所爱的物拿定。万普道的人拿去你遐，减袂留淡薄，毋过你会脱底受消灭。以色的子孙啊，恁藏的财宝竟然受抢夺，所有甲你结盟的国家赶你出你家己的国境。你的盟友用骗术征服你，食你的饭的人设罗网陷害你。安尼你犹无发觉？上主讲：伫迄日，我要毁灭以东的巧人，要扫除因遐的有智慧的人。提曼的战士会惊吓，以东所有的人会受遭灭。以东受处罚的理由，因为你残害家己的兄弟雅各，你会见笑甲要死，永远受毁灭。对着攻破伊的城门的时，你惦惦徛伫看。外族抢夺财物，抽签分耶路撒冷迄日，你竟然插一跤。你的兄弟拄着灾难迄日，你毋应该徛伫看。犹大人受毁灭迄日，你毋应该欢喜。因拄着灾难迄日，你毋应该甲因啼笑。我的子民拄着灾祸迄日，你毋应该入去因的城内。因拄着灾难迄日，你毋应该徛伫看因受苦。因拄着灾祸迄日，你毋应该抢夺因的财物。你毋应该徛伫十字路头炸逃难的人，嘛无应该伫灾难的日将难民交互对敌。上帝要审判万国，上主审判万国的日到啦！以东啊，你安怎对待人，人嘛要安尼对待你；你安怎做，嘛要安尼受报应。恁伫圣山所啉刑罚的杯，周围列国嘛会洒落去啉，因为继续啉，灌甲醉，到对地面消灭。以色列得胜，锡安山得要有剩落来得救的人，这个山要成做圣山。雅各的后代会收回因的产业，雅各的后代亲像热火，约瑟的后代亲像火焰，因要烧以色的后代亲像烧麦果，以色的后代拢剩无半个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犹大南边的尼吉夫居民会占领以东山，住伫西边山坡的人要占领非利士平原，搁收回以法莲甲撒玛利亚的土地。便雅悯人会占领基列，以色列流亡的大军会转来征服腓尼基，直到撒勒法。对耶路撒冷流亡去撒狄的人会占领尼吉夫的城镇。遐的得胜者要上锡安山，对遐统治以东。
国权就归伫上主